人講台灣新聞學智庫嘅賴佛，喺上個時節同朋友完成呢對台北韓國重化嘅立場，歸路風以下係22篇抒發感情嘅詩作，也成為旅遊同文學創作結合嘅幾好嘅開始。100年過後，賴佛是韓國嘅土地，歸路風嘅地理環境、人文地貌改變了一道呢。下個天時今年一天，陸大人學生嘅談論賴佛嘅腳跡，歸路風探訪做記錄。一方面本身人嘅視野會高發，也對另外一個角度認識一個最重要嘅客家人物。小朋友帶定世界行李，由泰國國喺姐姐帶進對台北出發，經過苗栗嗰度種花。12日前文學家賴佛8年前是韓國嘅路，沒認識佢嘅家鄉種花園。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彰化芳苑濕地，現在看到那個呢是普天宮，等一下牛車啊會1、2、3、4、5、6台就這樣走過來。我們是2011跟着賴和去壯遊，向你第一梯次，加油！入去酷腳拿定水桶，農民頭巡航警告小朋友未自家通宵來做老海，越太寒，認識台灣嘅海水生態。每到八卦山嘅賴佛文學體驗，還有紀念館，來認識一個精神嘅客人。我以為他是一個作者，現在知道他是個醫生。然後他很有毅力，他可以從台北走到彰化，然後再沿路行醫。芳苑濕地，那邊還可以坐牛車，還可以那個抓螃蟹，還有被螃蟹咬。兩擺係希望你嘅聲音就得關懷你嘅土地，嘛老希望你嘅聲音就得教會當歡喜，啊希望講你嘅聲音就得學到你賴和嘅精神嚇。經過4年3夜，主辦單位頒本所有學員進入進修，小朋友未同自家學嘅自家看到嘅回憶做下寫發起來，經過8年嘅文學之旅，未圓滿完成。客家新聞李成龍，彰化報道。